保养时款，后上太上工，要花太假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忠古，又到了安老后上人大追股嘅时节吼，大家时团有大家做事就按摩汗，转到副卡就研究懒懒散散，上来睡到嘅碰灯当空看电视就好，唔过。副卡度嘅细条，还可以留起做体张做地，从而家下张实体翻几条分开，万人爱生哦。早晨调整人嘅衫褲，万人爱數，萬人愛食，行過2禮拜無數嘅天呢，樣解散哦。今日有想到條嘅後生人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一下副卡度嘅家務事樣辦來分配，眾上分享。首先，老太小嘅都係質疑。大家好，我係東三萬嘅家務事小公主之一。這個前根本做到像 Cinderella 係冇？係，我係望變神。可能冇嘅名啦。有啦，太戲就有一隻名咧。韓國你冇嘅黃埔嘛嘅黃埔麻茶係幾個？冇啊，我嘅後母就第一片啊。哎呦，我嘅黃後母第一片。係咪強哦？依就嚟小嘅你嘅好愛呢家。大家好，我係東吳三萬做家務事嘅太公主呢家家家。原來見佢好愛見佢nhà嘅姐姐 ，Cinderella 嘅姐姐。小妹來做嘅事情就好啦。姐姐唔是做啦，就是你穿不進去那個鞋子的。不是很多阿美愛。好，等下嚟看一下，到底咧兩人嘅性格係咪影響到自己做家務事嘅情況？嗬，第三隻唔啲係白眉也係素眉嘅英子。我係同大家講，我真正經係灰姑娘，因為我這就係上網很愛打邊做不卡西嘅灰姑娘英子啊！你而家最尾機係咪冇衝嗬？而家故意調皮。走音了，走音了。多衝一百，多衝一對。上網欺負很愛打邊。冇金鋪，冇金鋪。冇多嘅pitch。打邊。好嘞，算了，沒有。10年拜託好嘞，往時你們當年打擂台，今日冇機會去當年打擂台。機器上來嘅，所有嘅都係機器人呢。嘿，大家好，我係機器人。你會走音嘅機器人呢？咁聰明啦！哎呦，馬馬見哦。我係青號老母看人聽數韓國4萬有效教水嘅機器人。心虛，這不是真心話。因為佢大家上來講，即係上來講會做副卡西，結果佢嘅充電係乜嘅？最尾教水。哦，估錯唔到副卡西教水嗬。教水中嘅啊。估錯係喺牙板嗰啲盤絲。邊個啦？小哥對阿爺妹。大家好，我係做家務事有兩套標準，像我嘅感情觀共用嘅阿爺妹。佢含感講啊。係真人講，咁感情佢捱做得，唔過捱男朋友做唔得。冇錯。好，等下就看你睇兩套標準去到哪一片。最尾來看小哥對阿鳳吧。嗨，大家好，我係清快做家務事熬年嘅小鳳。咩熬年啊？係啊，懂厲害意思，懂強意思，講自己懂會做家務事。唔過大家都知嘛，因為頭擺到啲下嗬，阿小鳳就講過，家務卡萬人煮飯食。阿小鳳。萬人收聽嚟。阿小鳳。萬人頭聽嚟。阿小鳳。萬人叫聲嘅食飯。阿小鳳。我叫啊！萬人請你食飯。阿小鳳。剛一開始就講到，因為你睇兩下做事情人懂無限，吼，賺到副卡就想，萬人喜歡做副卡嘅事情啊，都人就喜歡做個坐在碰燈檔吼，看電視，哦呀，就按你做。唔係，就人家條路已經唔知到那邊去，就開始放空，開始表現，開始懵開始。故所哋下問題就係，人家副卡嘅家務事嘅分配嘅情況係樣辦去，阿志怡先嚟講。像我副卡大部分家務事唔係我做嘅，不過我咩冇因為像我副卡係我媽媽就規定我講，我自己嘅帶衫帶褲一起家洗，跟我爸爸就會堅持講，我自己嘅間房我一起家變掃好，跟像頭擺呢衫褲咩唔係我自己洗嘅，不過後來我就對龜毛，因為你洗每年就清好買衫褲，要清保庇我嘅衫褲，我就驚講配上人洗我嘅衫褲會爛鐵去。咁所以下開始自己要做家務事嘅。還有唔單止做我自己嘅，啲我呢部卡嘅食飯做當空啊，我嘅夫子就會講我夫子全部客人愛添飯本記掉食。哇！韓國我自己碗筷係我自己煮嘅喲。咁所以有人唔愛自己煮，係
係冇？可能記住唔會哦。其實灰姑娘面啊，安排安水哥，嘅太子，太子灰姑娘嘅太子。我知道我看起來動槍會做家務事嘅人，唔講，其實唔係。係看起來動槍會做係唔係？那就冇辦法重新。冇重新唔。講，我係冇乜嘅做家務事啊，因為我做乜嘅冇去做人哋冇，我係幫我阿妹做事啊。不是，佢係家庭家事達人 ，OK， 我本佢展現嘅你都酷拖阿妹，冇阿妹當向數，古少年，我行會倒垃圾啦、洗碗啊，唔過平常時候啊，我搞不上係阿妹做，因為阿妹係家務事達人嘛，係唔係？本佢有展現嘅機會啊，韓國係冇唔錯，阿爸呢有上什麼天數嚟煮菜啊、洗碗啊，但是人家他還有啲分批，平常時嘅時間吼，就應該阿爸阿妹來做家務事，佢兩年我還會做家務事啊，我都阿姐向下來做啊，吼，最重要嘅呢，大家禮拜會做啲家務事，就會聽數，我媽媽嘅叫為細神，嚇，大家禮拜都會做哦，叫佢咩你媽媽係啊，就會聽數，我嘅叫嘅，冇啦，因為唔聽而不開嘅叫嘅嘛，我咩同埋叫嘅咩啊，幾好嘅叫啊，即係大家睇睇睇睇睇，有的你會講本人說好冇？愛吃㗎，我願意上前。我知道你家吼，就老家務事呢件事情，家對係是很多媽媽媽媽。嘅事。媽媽嘅即個nhiệm務嘅事情，咩副卡度嘅nhiệm務哦，哦，你就會有安尼，主要你就會講嗌老媽媽聽書寫叫。係聽書記，唔係聽書記，係本地睇家叫我同佢自nhiệm務。我知道你坦白好像喺寫叫嘅時間，都係老嘅阿小鳳加雙百嘅就從240公分，快400幾度嘅要潮水池。係幾爽本嚟嗬，用下去寫。我拿個潮水池來寫叫嘅，係嘛？叫佢喺做地去地個教水洞。係啊，真係這樣呢。唱機現在向下去，誒，你講好教水。那出個潮水池，嚇唔出叫嘅，我出耳嗰時候你知咩唔是寫，你就搞本機器就好誒。佢機器唔多部卡做乜嚟掉事情。哦，係哦，其實呢部卡吼唔可以本講乜嘅乜嘢做乜嘢做乜嘢事情啊，所以講有人嘅時間有限嘅話，亦係講自家應用自家好做嘅用嘅。好像小朋友、小學生自己認養那個打掃區域。係啊，乜嘢好做乜嘅事情咧？是同意，從無限嘅時間吼，從老妹就會去協調吼，老妹早晨出門前上班之前是有神父陣得落去，睡下豬，想嘅過後爭去老神父拿去嘅人啊嚟，唔可以講固定馬上人做乜嘅事情啊。喺講有限就先去做。係啊，去互相去協調啦，彈性。嗰隻係有經驗感，人這樣做得到。剛才我們經驗嗎？係啊。看不出來。那我們來問一下今天的最大苦主了。阿小鳳，你有冇卡咁真件所有嘅細條，所以你自己上面嘅病。你要皇家嘅家具。哎呦，有家具咩危天咧？係皇太太建議嘅。建議唔少人做。一家務事嗬，唔好講規定講馬上愛做乜嘅，其實都家務事愛本有限嘅人做。我就說，哎呀，當合理哦。結果咧，結果點啊？結果唔閒，結果我本人講，我問啊，假使我夜市喺來，我冇送開，佢副卡車我馬上做，我講我做啊。假使我加班，我看晚頭去賺，好馬上接生意咧。我接啊，我按下做咩好？按日就揾我度，佢馬上做按咯，我做啊。哎呦，我假使去做數字甲轉咯，我種地名水，佢馬上寫翻咯，我寫啊。叫我本人講，嘿嗱，古所講公司一本有限嘅人來做呐。你不要叫黃兆峰啦，你講韓少峰好嘞。韓少峰，本來就因此都係當韓。你就韓啦，佢叫韓。最多按無限，結果係當有限啊。唔過吼，小鳳兩個真係當特殊嘅利用版型講，今年台北市民政局嘅調查有發現咯，全台灣有34%嘅家庭或卡度嘅家務是全係細妹人自家在做。細粒人冇得做個家庭嘅屋卡嘅事，但且4.5%嘅家庭係由細粒人來做家務事，其他太多自己來分配，係嗰種係正規嘅4.5。我哋聽下喂。
佢有預告無嘅，當傳嘅連結本蒙太太看。恭喜耶！不過阿姊妹吃到伊在家庭地位用番伊來分配來家務事哦。我講愛看一隻家庭地位都係13人出去做事，還是2-3人都出去做事。那係搶13人出去做事，佢做事幾3人，全部開始洗碗啊，還要煮飯嘛，佢就會感覺非常的可，就會哎呦，就會分分細細。冇錯，古時候像我姐夫卡就係2-3人都出去做事，就會雙薪家庭。古時候都全部卡了，後就會2-3人共下做家務事，我感用下，感覺愛用下合理。嘅印證有冇認同嘅阿姊語講嘅嘛？哎，知道沃卡西啦，就會沃卡嘅事情啊。古時候在沃卡地位嘅人，吼就應該愛做啊，吼，唔係單槍一個人啊，吼，做啦，吼。誒，其實啊，太師家共下來做，像外沃卡就會變兩年嘅時間，亞妹就會抽定太師家共下來做。亞妹係按用，我冇咁速度哦。啊，亞妹洗碗筷啦，你就會去出租嘅啦，吼，還有倒垃圾啦等等嘅。我覺得太師家應做啦，吼，就應大做一股，還做得皮用感情。誒，沃卡變到動槍力嘅時間，共同來用書，咩去做得增加吼沃卡人之間嘅感情，當好啦。增加沃卡度嘅感情，做家務事。唔過你講親像佢老人嘅太書記冇嘛享用。誒，就係嗌沃卡，你有愛，世界將會較快樂。我用嚟講下去啦，嗬。如果經過人哋調查，要發現嗬，有43%，有45%嘅家庭因為沃卡度嘅事情，慢用來做，用把人來分配，造成大家嚴格比配。又因為今天怎麼又是我來做？今天昨天挨洗過飯啦，今天挨冇挨嗰洗飯，唔過洗一擺會死體嚇，今天挨無限，冇挨洗，古時候就按嚟嚴格比配，就按嚟情況。大家又因為為到沃卡度嘅洗條，慢用來做，又係講人家嘅洗冇做好本人媽咧，要按嚟情況。有，唔過唔係我冇做，是係我爸爸較嚴條。因為講像我沃卡嘅健康，我爸爸就非常的堅持講，一定會表現非常的強力，非常的正確。唔過像頭擺細嘅時，可能裝沃卡東西就會亂變啊，因為像我沃卡就係在厝誒，佮厝誒當好就是在平台，佮平台我就會變東西出去當好。佮嘛爸爸有啲位時見我我嘅健康，看到就講洗碗人總得按用啦，健康一定強強力力啦。佮我時記就見我我就感覺係就當可能人看見我就講好啦，按用，我就搶按用回答佢哦，enjoy，佢就發現咧，佢就講。新年用完之後，按用老了，爸爸講法哈，好字，冇得冇對字，不好太嚴咧，冇尊重啊。冇唔錯，因為啲人你嘅沃卡唔單止規定愛正確，且係健康愛正確，韓國愛有禮貌。古時候我爸爸就懂勸，後來從我壓下太了後，就發現講其實有啲時太人弄，唔係講佢真正想愛去弄，係佢想愛關心，唔講唔係愛用慢嘅方式。古時候你就做得有耐心啲喎。冇唔錯。真健康，家自由講到人家說開嘅當空有大東西，不過開嘅當空本來就要變東西，唔過等下轉來我哋談從一開始從第一季到呢下開始，大家就簽有名啊，有名到台北，有名到屏東，嗰度東西對到，喺天嚟講看唔出嚟用白色嘅，阿爺冇去留開嚟分享啊，今次家做家務事嘅時節，要本沃卡人來見到冇，等下再來繼續來分享咯。一定係老小朋友講，你嘅家務事唔是做，本媽媽做就好嘅哦。身為嘅教育嘅工作，就按多年嘅，嗬，係唔會按用嘅，當然係佢就做，因為我自己冇想去做，同係教育。其實係老佢就想，要係一個咧，當然從教下就唔好啦。咁認真講嗬，因為啊搞新嘢嗬，做家務事非常嘅重要，尤其聽書一件事情嗬，從愛按個家欣賞，大拜嗬都要佢講，來，小朋友馬上去做最豐盛、最等一下、最厲害嘅小幫手搶家歡迎大家都轉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加最後我本嘅呢阿姊有講到，因為嘅沃卡嘅洗條，自家冇達到嘅阿爸嘅滿意嘅程度，故所本阿爸嘅냠一下。冇錯。你大概是一條，我知道你做得懂吼，因為有一三吼，你知道嗎？這個人生呢，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吼。有一三年我聽出老太姐講，你3年對體力幾開始吼，幾容時係冇乜嘅熟悉。上擺咧，我老八欠吼，有一擺咧，因為你力量較弱咧，所以搭架嘅偏差，坐順風車下去下山去坐車輪坐公車嘅時間，結果咧，佢車門一打開咧，喊出哦！
冇出面，有无研究出来。俺唔知俺喺錯呢，因為冇地方好錯呢。俺啲同事咩標唔落去，韓國同事標跌出嚟，係用白線，阿爺冇，然後講係用白線，俺架子係牙棒，俺老唔幫死。睇下題目，我呢度愛本人咧阿總顧還有總北強先生，錯都同快樂。呀，他真會很先生。古時候嘅同事，我攞佢點到嘅副駕駛嘅位呢，用電位哦降價。懂會睇係啊，我自己就在佢踩嘅腦波起案，叫人用電位唔掂喎。古時你睇下啲，是我有記憶以來，我細細時節，我同事就係用亂袋。前陣朋友來到我屋企，看到阿娘天初揾同人飲嘛，一陣飲啊，好啦，我係會做用嘅，留嘅。A 素材，同時 A 素材扮到 B 素材，故所就像阿總顧家講啊，同樣嘅概念就係按就搬來搬去，搬來搬去。你係咪韓式嘅直接動畫講俄羅斯方塊？係搬來，邏輯空間能力。唔係，跟住我坐喺 V 數，要腳踏嘅，要頂嘅，按發嘅地方，做啲大多嘅門打開來，喂，並講。我跌下來。因為就用電咩啊？你咪我用東西用來可能正確。你係兼職做嘅職業秘書係嗎？人家唔愛係冇，條講係冇，係冇唔錯。他喺睇嘅了後，佢親戚朋友同我講，揸無糖多。揸無糖多，我聽咗等到簽名後最後一刻，我站喺這裡。譬如講過年30前2年，唔係前6點鐘。佢要踢慣嘅，係咪講本人吧？唔差，係咪講啊？古時候我前2年就開始整理。唔過我要剛要講我要兩套標準，假使講我現在男朋友我家要冇強用嘅哦。哦喲，冇強用，看到按亂我要強迫整啊，按亂夾整理啊，一口氣攞去整理槍理啦。哦，佢假使講我搶我男朋友同我強下做嘅家務事，佢都告訴佢嘅。我就開始弄，飲起，好佢都唔掉，佢就開始同我強下完成。咩阿總顧家有呢種片，強迫症唔可以逼自己強迫。我揀拼人嚟做嘅強迫症。係冇錯。旁邊嘅監視應急嘅嗰度做，嗰度做。嗌咩咪強下做？強下嚟監督佢做。冇唔錯，嗌咩都冇係。強迫認真，係強迫認真，唔係強迫自己。一神感動一撒就超。好神監督你。用心良苦啊！好啦，大家都電動用心動良苦吼。之前你講吼，教育從細開始做吼，唔過咩有研究講，因為假使從細開始嚟做家務事嘅聲音咧，睇過後兩人之關係嘅相處狀況，還有朋友之間，甚至係同僚、同事之間嘅相處狀況表現會較好。唔過，你多但用辦從細開始嚟教育人嘅小朋友嚟做家務事嘅，都人哋幼稚園做些嘅李家先生呀，嘅幼稚園多但用辦以教人嘅聲音嚟做家務事呢？這樣哈。上梁不正下梁歪吧。一定會老師朋友講，你嘅家務事唔是做本媽媽做就好嘅咯。身為嘅教育嘅工作就按多年嘅，嗬，係唔會按用嘅，當然係佢就做啊，因為係自己冇想去做啊，係咪？所以你也有兩套標準就對了，你跟思遠一樣，同係強用。其實係老幾種凶，要係一個咧。當然從強下就唔好啦，我認真講嗬，因為啊教生嘢嗬，去做家務是非常嘅重要，尤其聽數一件事情嗬，從愛按個家家欣賞，大拜嗬都係講，來，小朋友馬上去做最豐盛、最等一下、最厲害嘅小幫手搶搶樂色嘅，搶啊，係唔係？按用啊，太家好，小朋友就會永遠地按用聽書，做小幫手養叻食嘅習慣，係要嚟以後做小朋友聽到小幫手、小助手就會大聲嘅搶，都像在搶頭香咁樣。幼稚園嘅學生嘅教師都期末期末嘅時候，問先生，先生嘅咧學期都在加幾多分啊？我就會老記得講，你全100分，我先關注你得都係100分嘅好寶寶。你就專門欺騙小朋友嘅嬲誒！真嘅啊，教師日記到一日，我聽出差唔多學教去嬲唔到大，嬲人欺騙欺騙你嘅小朋友嘅阿小鳳。我就老記得冇強用誒。唔到我講有蠻搞小朋友。對種的練聲音誒，唔好做太老誒。係我扮演我就出隻講法誒。哦，來扮演來，爸爸來講嚇。你現在遙控器。哦，你拿，然後我最後要，好，當作戲，冇第二部陪媽媽，係咪代表邊個？哦，我都有係
小孩哎，来过来，帅哥老爸爸拿一桶卫生纸啊，用好哎，老爸爸拿去剃水桶，哦，我等下做哪下？来，汤爷，爸爸讲用个吞麦的，来，等我，拿一标，哦，好棒哦，其实得到俺的掌声哎，哦，no，掌声可以做什么？冇用电呢，俺这下老去惨上，哎，这样可以直接问你做工具人，爱你会用用。唔係講技，俺都會搞技啦。出來講。我知道，佢老家嘅冇係專做這個嘛係嘛嘅試用人，用來做係冇。冇啦，冇佢用試用人，我本錢啊，咁唔是錢係試用人。韓國慘呀！韓國慘哦。咩啊，老唔夠啦。哦，先講衝灰姑娘，唔過兩片有真嘅灰姑娘。我同大家講。 Cinderella。我真經係 Cinderella，我一下發現吼，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天下的心腸也都一般黑。天下嘅心肝強勇敗。冇錯，我姐妹係強勇，唔過咧，他比較厲害，佢較強哦，因為做一個故事吼，本來有一個假嘅世界去享受地位嘅劇情，佢就播個灰姑娘的故事給我看。哎呦，佢兩下硬看就硬叫，我就同佢講，啊妹啊，你看啊，吼，一個灰姑娘真嘅喺本人之後都唔攀得動槍你講啊，啊佢就講哦，假使呀世界上有人做嘅同佢天數嘅話，佢有幾好誒。 跟俺就想講，我係做的呀，我人暗好係冇，媽媽就同我講，我們要做好寶寶。姑說喊白眼仔就開始，佢啲咧紮衫褲，佢就講，哎呦，呀，他灰姑娘吼，一上年紀咧紮衫褲吼，他兩個惡毒的姐姐快要折得比他快了，給我用幹啥？賣你做的天數呢？我就講，我做的，哦，我這吼就在像那個球賽播報員嘛，哦呦，我上到吼那個仙杜瑞拉的姐姐，他就說，哈，他們現在衣服呢已經剩下2件了，你還有3件，我用幹啥？然後就上忙，產婦啊、大夫啊，全部都同佢紮好來。啊，我仔就會講，哇，灰姑娘因為有你的幫助，真嘅去懂好呢。唔過也好還有劣勢愛到呢，佢勇敢上，他就講嗌我來。結果呢，我仔就坐到個碰電檔紅看電視是病嘅，我一上年就老不卡病好勢來咧。見到不言動槍呢？我知道老去做搞不是懂 Q 誒，係啊，應該還會做 cat。係啊，我剛剛要做幾集啊？我想問，他講故事呢，太奇怪哦。我知道你係夾這個厲害嘅素材，強嘅素材就夾嘅這個跳到地度有輕度嘅腳步，攞嚟嚟練嚟嘅攞唔古時係從細會做戲，就會本來這訓練嘅。我剛剛唔係廿姐姐，你係耳昂。係哦，咁啊好驚啊！一廂情願啊！唔過你下問下阿志爺嚇，佢講到去夾地下動物做家務事，從這塊是用蠻培養嘅。因為從我媽媽過世嘅時候，就要求我講帶上大夫一起教洗，佢還教我愛用板洗，絕世都親強哩。他過來從我嘅爸爸，因為佢就親好弄，古時我就講佢會弄愛，古時我就會將我嘅間房，比方說都親整齊、親強哩。古時佢就冇人弄，古時就愛做啊，吼。再過來弄騙人。好啦，唔過我剛剛最重要嘅係喺安利過世，因為我過世5年前就去吸好煙，安利吸都。全部去㗎咯，全部都會去㗎啦，乜嘅事情都會去㗎咗。嗰時候就本安利全部都養成一個灰姑娘的精神，都親會做家務事。再過來從我太好嘅時節，就讓我嘅姐姐啲我會漂泊嘅，跟我嘅姐姐就讓阿總部非常嘅強，就係處女座。哦，好強烈，會動過毛。好強烈係好頭疼，係真嘅動過毛。乜嘅地方有類似啊，乜嘅地方哎跳那麼有一根哦都不行。嗰時候佢單一都會變數輕強哩，我就會聽書記啊，向下變數，金黑嗰隻後母姐姐啦，我的姐姐很好，係安利向下做，我安利向下做嘅。嗰時候才過來後來到咧研究所跟學長嘛，我就帶我輩嘅學生去甲漂泊嘅，我就先講嗰隻東西，哎呀，哦，其他咧，我就想出來。有人就貴啊，有貴喺藍牙叫，拜託不要再走錯棚了 ，OK？就嘅其他，我就想，那係我嘅間房，做，一天會有其他嚟嘛。古時我就想，好，跟我就會答應，都會變數清強哩。睇過嚟我答應都會多嘅垃圾桶，就冇其他嚟。古時一下我就親會變數咧。以前人從細開始用辦，因為好教水，因為來做家務事係嘛。
挨嘅木卡研究係用嗰種像家嗰種用監督嘅啊，用嘅方式吼，佢用鼓勵嘅呢，哦，像阿峰爸，鼓勵啊，呢種係台灣種用偏來嘅就錯嘅吼，啊用鼓勵嘅方式啊，講培養嗰種嘅記憶感嘛，所以講好做乜嘅事情，你就去做，係啊，就可能呀好，以後讓佢吞埋嚟係，做嘅啊，強力嘅，做嘅聽命令。唔過像你咁乜嘅都唔好做。我挨攞佢向下用嘅，係鼓勵嘅方式，挨會做，有咩誤會啦，好不好？係嗱，像挨嘅細運吼，因為就是講哇，切下用細佢先有個成就感，一開始樣油油膩膩啊，還有細都係用槍槍哩哩哦，before 然後 after 你嘛，奇怪，見那時間就是哦，切下細都按槍心情就動吼，啊，就有按用嘅，參詳一下，有限咗哋兩眼福卡前嘅成就感。你係咪平常時喺成班潛到成就感嘅時間？我人都喺你身旁過一個卡，眼福卡要動到成就感溫情。還有成就感，不過冇辦法，因為佢靠槍，佢槍好高水平，佢就永生大富嘅事情唔會做吼。好啦，呢家福卡識叫為好咧，這個識到咩啊？現在眼福卡哪有用詞？唔過咧，人哋都冇卡度嘅時候，是會看得到，有啲人真件細條本件一做下去，只要動力係真件係熬人，嘛該細條本件做好，嘛該做變到強強力力，還嗰啲還有一種正面，很多家事達人，唔過大家有副卡度，唔啲有搶過啲種人，都得記得做嘛該按會做勢咧，等下再來繼續來分享咯。睇下東校細運，唔過假使講嘅小吃店其他一條路，咪騎車咯，咪冇辦法，我係就搶校細運，做法嘅。就講啲奇怪嘅東校，佢咪做翻係冇嘅，嗬，我係要天衣呀。總算要行要便宜就係好做嘅教師，嚟聽下四散夫。有流水。等下四散夫用水色。係荷包用水色。唔係嗰種，係咪帶定棍嘅？會打你打你。我用嘅那個凹凹凸凸啊樣切。四散標啊！凹凹凸凸。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成功嘅節目現場嗬，加入滿到你嘅意見，最好做嘅事情，因為做得夠水，就做得好細喎，好細喎，然後細到強強力力。哦，唔過有啲生意好做嘅事情，老人強咗，唔過硬啲，佢係因為好夠水嘛。完全唔係。咩好夠水啊？我希望睇到嘢奇奇怪怪嘅手。奇奇怪怪上就像個數字咁嘅走嘅副標誒，嘅款牌。幾多部卡開 party 嚟嘛？抓嚟俾 DJ， 你用晒點點，奇怪你用字幕。我總算有一天係動校嘅事情，聽說我本來點一下，然後接上我看到嘅小吃店前嘅細運公園，我吃到凍濕合眼，因為我吃到嘅細運凍療癒啊，那個凍校細運，唔過假使講嘅小吃店其他一條路。我騎車咯，我冇辦法，我就搶校細運，做法嘅，就講啲奇怪嘅東校，佢咪做翻係冇嘅，嗬，我係要天衣命，總算要行要天衣就係好做嘅教師，我聽下四散夫，有流水。等下四散夫用水色。係荷包用水色。唔係嗰種，係咪帶定棍嘅？會打你打。係我用嘅。那個凹凹凸凸啊樣切。四散標啊！唔係我同大家講，係東校四散夫，看到冇吊起嘅散夫四，我總出去爭10分鐘轉來嘅散夫四，倫敦嘅散夫我就知道係歐洲嘅散夫，全部都吊定嘅四散夫。等下，唔上班唔係用散夫上股咩？細到上股用嚟寫啊！冇兩招，張威即係冇兩招，張威上爐和上書啊樣啊，不是生鏽。而家上夫會上爐嘅重量係貼嚟做，跟嘛嘅跟要沿線係嘛？貼嚟做。係先，古時候買散夫都懂槍，你都懂曉。我講嘅散夫都全部未射爛，射到撲踢。因為聽到散夫全部跌到天啊！哎呀哈！
因为有細菌呢，新冠肺炎做出要死呢。當到衫已經洗到泡泡嘅，佢吐上嘅就拆開我了。想講，我早啲再講買啊。原來家嘅最充電係咪？洗到爛鐵冇髒，因為我早啲買。太子有錢用得晒。哎，我有理由，哦，唔過其他執衫褲啦、晾衫褲啊，我有冇安好。啊，奇怪呢。好洗唔好冷，姑嫂快上姑。係咩妹有水分啊，有水分。如果鼓手無卡度晾衫褲，愛拍衫褲嘅事情，就總就係其他無卡人嚟做。我啦行起捱啦，哦，還有啊，因為這個點樣去這個負責啦。哦，難怪啊。很多對啦，有附近嘅呐，安排嘅天奶嘅事情咩搞本唔咯，愛加油哦。收天奶呢？我想講係咪喊聽完咗啦？你講想交男朋友，而邊冇人好變數嘅，你。鼓手想愛交一個男朋友，我本期來做。冇可能啊！冇懵嘅啦。既然唔看到阿小鳳咧，唔過小鳳就啲嘛，大家就啲，其實個卡西條吼，乜街都會做。佢最近做啲講係家務事嘅熬研，來伴大家分享下做家務事有哪一條步數，哪一條嘅空口佢要注意到。但嗰時吼，因為咩結婚係爭啲講，哦原來按當然唔啲，因為衝突有當然會洗鞋啊、洗卡邦嘅啊，吼尤其洗完另外洗嘅乜嘅偏動胎，佢因為嗰個搖嘛，我就前膠帶反膠帶哦，我唔用茶壺洗就好嘅，吼因為佢卡邦嘅嗰種東西吼，唔係用個洗衣粉呀洗衣精冇。佢會吸落去，你倒唔好洗槍，我用凍多水來洗槍，用茶壺就做得咧。好，一開始唔同啊，最後我就冇法度啊，我洗翻本兒看啊，唔看用茶壺，吼，安尼水過啊去，係咪就槍嘅？我本我講，哦，竟然咱係洗好嘅。金槍，對啊，還有咧，嗰副卡洗完嚟咩？拿到嘅貼紙就揾埋那一件搭。啊！我朋友佢咩開嘅清潔公司啊，佢就有個萬能清潔劑啊，還有乜嘅刮刀啊，佢講但是按飛機，個貼紙有冇？有時候搭檔機有咩擦起來，會有一層啪啪嘅。我哋殘留。我我俾擦，先拿個吹風機有冇？吹邊射射，哦，個樹枝架，安尼，輕輕的，嘿嘿，一碰就拿起來。因為佢係塑膠嘅殘膠嘅東西。唔過真嘅係，假使有底到咧，都要做副卡斯，洗條咧都空佢咧都鋪數，做副卡斯是真嘅係事半功倍。唔過真嘅係問題是講有乜嘅上力、上司又上錢嘅好方法，但是唔係你一天按上強嘅人吼，搞本愛，係同大家講。唔可以做任何嘅家務事，就會親上司。好嘞，什麼嘞？什麼開講？你根本嘅節目就到呢個位置，很上哦。唔係啊，又好，我真係有條嘅知識啦，係有經驗。譬如講吼，啊，當創業嘅假使講難事啊，按難事啊，大家就知咧。難事頭天來收天來，就跟進店除塵拖把用菲菲啦。哦，看起來是種強力耶。菲菲啦，係啊，你菲菲啦。你有進店，佢會收天來冇撥起來，佢就用fin。菲啊，就好如果有個缺點，就係假使他10月的時間就 keep 唔起來，因為它有濕氣。假使跟磨下濕氣嘅時間，就按照fin fin，因為它有。嗰係個問題哦，因為佢一種字嘅面積吼，佢都得 keep 起來，面積有限啊。啊，假如佢嘅塊面吼，差唔多要按盤。而且係嚇。錄一下，我就做冇呢種誒，你講嘢冇變數係嘛？要用懂胸哦。你冇辦法錄，因為全部都會懂事啊，要不然呢？哦，錯，我先拿起了阿含飛起哦。酸嘞，我根本就按你啦。還有，做下洗碗咩？你做下，個酒精就當有好，個油脂嘅對油脂嘅酒精啊出啦，哦，一擦就你做下啊？係啊。跟牙齒我先打開來，你知道？我按一下。先電光公司，危險動作。Hello，危險行為請勿。跟搖全部就冇睇咧。做唔得。還有，大家冇卡清楚，我要後神拖。將件條擺哦，按拖進來啊，明真做，我還彎腰，所以他唔是。給後神突然就就要可能是拖進來嘅。起碼該情況下會怎麼畫面？大家都有共鳴啊！好嘞，
芝麻嘅芝麻，醋叫我都叽叽滚。不过刚刚就讲到酒精，真的大家知道为什么酒精都在出油嘛？因为它就懂像 N 的界面活性剂嘛，因为它有清水端、清油端，鼓手都会留给它油的东西都会 keep 落去。不过真嘅还要本来的小凤来分享一下，到沃卡度做些哈有什么那个扫地神器或是冰收的神器？冰收神器，因为像阿沃卡哈，基本上来讲哈，一开始我要准备个扫把，结果我朋友当提供金晓得用扫把，啊？内面有买个好神拖，记无爱。其实按你撸咩哈，含强飞起的，像人家就全部係，哎呀，嗡嗡哦，係酸苦样的。就我朋友有用嘛，係咪話？誒，我唔曉得掃天啊，我唔曉得用掃把，用下幾個？我曉得用咧無線的吸塵器啊。這個行路誒，掃地機器。帶馬該神咧。神明去咯，唔知係帶對神明嘅用無線咧，你知道？高級喎。我唔曉得用嘅機，我就用嘅天通嘅，唔係拆天咧嘅蒸汽拖把。哦，有蒸汽拖把。啊，佢咩唔好嘅桌布問題嘛？因為桌布有種東西，你想看啊，一年會有一條嘛，我半年會有一條啦。係嘛？你說哎，這東西就按歐洲誒，又濕哦，好惡心，佢唔好用，佢就用嘅除塵紙。誒，就像矮邊邊啊。還有嗰種米緹奶濕紙巾。啊，那有冇環保嘅？咁大送。嗰時候嘅桌布全部愛用嚇。係啊，嗰時候唔過，另外一種講法啦，以後你就會了解。基本上佢係買呢一套東西，就係要得上我用嚟改變，叫上我做一條間公司啦。就買下去。係，我頭先唔判得出錢嘛。係啲嘅啦，鼓手 Annie 就講 Annie 唔曉用嘅機，哎呀，哎呀。對阿小鳳來講，錢做得計嘅事情，都做得。係揾來好高嘅人你咧。係唔判得就要去甲做啊？給你家弄班用按多做法不是有上是會挑難嘛？我想是會難試一下，按個難試做法不是。冇哪做？冇啦，我老太阿講有上是係即係行起，我動會做家務事嘅人嗬。像人家咁樣先杜瑞啦、媽媽你啦，嗬。哪里啦？菲律賓哦。我係真啦。聰明嚟嘅，一聰明嘅方法教大家一下嗬，像我自家掃天奶，我咩唔好用嘅掃把嚟掃天奶，我一下人哋出現用嘅海綿拖，係太粒色嘅成飲起來，太拿海綿拖呢，按個老一灰塵嗬，按個氣重強下，後面個掃起來就做得咧，係唔係就強啲咧？按個2分鐘、3分鐘就做得咧，行個3下來呢，我咩會用嘅家下講嘅乜嘅吸塵器嚟飲嘅調拿膜嘛，嘅還有呢，有上是多粒色嘅時間嗬，啊就唔啲因為難食嘛嗬，我就先嚟變到一個屋下嘅門口，有人就讓我強下來多粒色咧。Hello，係唔係？你係都是搞太子搞係冇？眼家嗰啲眼臉上，眼皮就減啲，因為佢垃圾不落地，眼去反駁就減啲。唔係眼係要包起來嘅哦，包起來嘅。你中央，你還是有變到天奶哈。好啦，唔過佢眼隔壁連沙都當好心啦，嗬，行過嚟個啊，什麼嘢按這些下擺搶你食飯哦，哎呦做得啦，係咪？你都在搶你食飯嘛？有搶嘛？不過真嘅啦，假設安尼做副卡士，你係真嘅佢個互相上幫上聽。不過真嘅唔好聽意思，人家嘅臉係冇聽加上啦，冇按。真嘅不要，真係喺人自家副卡度嘅事情。然後最尾俾安尼嘅意見來講下。7都帶有那個酸啦，有那個空佢有時候會注意到。7我攏講，要懂蔥油，有一個法寶，就是你那個客家人那個種下吼，聽說會有用嘅吹瓜布，吹瓜，即係那個絲瓜吼，不用俾佢落。啊，就做一個吹瓜布、洗澡的吹瓜布，佢真好用，完全唔是咁樣嘅細碗錢咁樣解吼，你就用洗，就強利利嘅。哦，嗰係有啲碗唔好攞佢貼起來，一隻變好了，按用來洗，就洗到強。嘅吹瓜布我夾乜嘅點啊？我夾嘅煮太面嘅水。哦，小水，面粉水，係面粉水，然後人家係洗米水，就都在去油嘛。嗰含有叫人都乜解啊？濕嘅竹筍嘅水未清好用。哦，係家下做得濕，要人點點。見識係冇，喂，中途拜託冇嗌你啊，現在靠嗌你要貴都計要係嘛？唔過你下
下抢安的观众没想要去搞豆腐卡做事情，做了都搞不是自己的世界，就拄到那条麻烦，还讲东西代手啊，唔知用板嚟来数咧，挨住喺讲阿爷咪都等下，你转来，哎讲本阿爷咪谈用板来数东西咯，等下转来继续来分享。阿师啊，好开心呢！你家全部都卷在那边，唔知做嘛该啊？你家要他有，你家有好啊！哎呀，你家有到了，我们来倒数，10、9、8、7、6、5、4、3、2、1，点到。欢迎大家走进来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吼，大家看到安尼啲下有土气就摆出来吼，等下安尼要邀请两场平常是最唔接受到福卡做福卡西嘅人来比赛，比赛怎么解咧？择衫褲。哦。香港呢兩場人吼，個福卡度吼，帶到嘅衫褲吼，哦，帶到嘅天涯都看唔到，哎，可能你家下少啲吼，因即家就是係唔等下來。唔起捱，唔起捱。唔過咧，一福卡度人都都不吼，垃垃雜雜嘅東西太簡單，都但用辦去數嘅，你個數球嘅方法，誒對人嘅人生咩係當衝嘢喎，你下請大家來分享下。假使人福卡要按到都不，誒垃垃雜雜一太多嘅東西，用辦去，將做嚟攞個數到球咧，阿子。家務是小公主會講法咯，大家聽清楚，還有兩隻香港嘅，一聽香港嘅，他叫周嘅啦，他有這位男士嘅啊，講冇啊？哦，好啦，就像你做家務事就像人生強用，所以從嘢就係乜嘅屯殺利。哎呦，大家都在回想2年前這個主題，對不對？然後佢斷體，然後佢殺體，然後佢離開體。大家講一擺，屯殺利，就會團體做不卡西嘅念頭。殺體做不卡西嘅事情。團體做不卡西嘅。唔好搞翻譯，唔好搞翻譯。還有離開做不卡西嘅空間。好起來，好起來。就會講用辦呢，因為你嘅人生，你石頭印來印落，印來一台，你嘅東西搶揾用辦，印來印到嘛。故說你嘅東西留按到，用咩大扎都用得到。故說呢，給冇用嘅東西做嚟用辦，本事要給你。再過來呢，因為你冇事嘅話，你冇用到，故說你送本人家用，就唔會唔判地。能夠有人用，嗰隻東西就唔會感覺非常嘅脆。已經知道佢生命要延續下去。係冇錯。再過來將你嘅物卡就做嚟表達嘅置物櫃。佢其實你嘅置物櫃做得前幾隻有門嘅，不要找那種透明的，因為那係有啲人地杯都非常嘅污糟。亂的透明嘅一看就啲，一看就啲，看起來更加亂。一下就看見，哎呦，人家地杯不用買東西啊，3股人呢。冇唔錯，就係蹦蹦嘅啦，乜嘅嘅啊，係睇過來就做得前乜嘅，嗰種做得送嘅推籃。哦，韓國做得買細架嘅置物小籃子，做得變到你嘅抽屜地杯度，係頭上地杯度，看起來就非常嘅正確咧。真緊就有睇到嘛？哦，好啦。係呢個阿爺妹搭擺來兩種主題，真係不嫌煩嘅，不嫌嘛。唔過真嘅，人生就像阿自家講啊，人生呢都一天嘅隨時過後就開始在斷捨離，因為人家是冇斷體，冇去攞呢個東西攞去切斷關係，人永遠吼，人嘅人生就係本日嘅頭頂，要按你感覺嘛。我猜猜哪個黑色大垃圾袋？唔係跟你去，你咩表你去？對啦，因為我就懂色情咩，我就懂得咁個卡片啊，係啊，天陽票啊，一條。故說我要啲按用冰冰抽貼咯，我就會準備個 A4嘅譜誒，嗱佢全部疊上去。咩？像人家，像人家有看嘅婚紗照有冇？係。唔敢唔看。冇啊。係啊，跟我嘅本吼，其實咩像人嘅婚紗照啊，就冰到幾片咧，就心安咧。唔過我要整理啦，我還有整理。有啊，你在整。加個整理係嘛嘅？不用加檢縫誒，你下不用加咩檢縫？加咩檢縫咩？不用你們用嘅啫，不用加工嘅咩檢縫。冇唔錯，係嘅全部都本係針針條條嘅。你係咪講以後本貨嘅本唔同人嘅味？係冇錯，還有秘訣，我嘅盒嘅紙上係咩會留下來啊？係因為嘅牙線盒係做嘅賭錢筒、存錢筒，嘅洋芋片咧講
呢磨木铁，然後佢按樣鐵果嘅鐵上啊切一半，做鼻頭，鼻頭唔錯。佢係咪用嗰啲前會搖搖嘅？唔可以出漿嘅咧，要按鵝吧。安排来，拿出來。两个负责也没先，哎呀，就同两个五香乖乖。講一下，講一下。就同個香水比強用嘅鬼啊！唔講我出界行係有自知之明啊，我行係是要斷沙梨。加油哈！謝謝。好，立家最後來講一下。其實剛剛講到透明箱子，我就會用透明箱子啦，吼，因為係做按用將會凍結潛凍嘢愛用嘅東西啊，我呢愛用板呢來夾夾樹呢，就會用層貼嘅一層一層貼起來，結果就崩下啦。哦啦，我會幫下來啦，其實每做嘅東後嘅樹那邊紅色的。講這麼多，不如實際來做。哦。有請立家老阿爺們參加今日炸三夫太真啦！簡單。觀眾朋友，你哋好，你哋用片吼，各有6兩3夫，下得上人都有30秒嘅時間，你炸嘅6兩3夫。 30秒聽聽啊30秒聽聽。看馬上人吼，炸嘅有夾有整齊有醬吼。當然係嗌樣啦。準備好先嘛？對嘛？從梁生準備好先嘛？大家睇喺馬上人會得到關鍵。機器嘅，喺牙下。我看馬上人得到經驗，準備好嘛？30秒，計時，開始。哎呀媽呀！你開始冇收聲。差唔多。你家全部都捲在那邊，唔知做乜雞啊？你家一下有，你家有我們來倒數，10、9、8、7、6、5、4、3、2、1，點到。好，來。你要想不較細量。你卡死啊！好咧，用3分時間㗎，你請你評審團到你嘅台前來看一下。好聽啊！上細來看一下。用方法用強用啊。碰鏡嚟看一下。好，嗌咩嚟多仲講嚟看一下哈。哦，我請你看陣來哦，看陣來。知道哪上一下好？我知道啦，雖然你講吼，質嚟差唔多1、2、3、4，唔過咧，一個傘吼有些揪吼，你喺啲紮傘都係啲做很粗。有啊，冇，因為材質嘅問題。好，材質嘅問題。我相信吼，你用嘅4殺嘅評審有做好嘅聽，基本嘅聽名本哪上嘅嘛？有。有哈，給你就算到3哦，算到3你就假使你知道。嘿，立家就徛動站，假使你知道嘿，阿爺妹較厲害就徛很矮，對嗎？來算一下，1、2、3，下排。哎，動站，哎，夠一半。哎呦，真酷！真矮了。我是評審長，罵啥？你知道？你知道，我真的要投給阿爺。冇關係，你們有酒，你們馬上講兩槍，哎，你嘅阿家得到咧矮手毛、矮水毛。觀眾朋友看一下吼，矮水毛。觀眾朋友，沒想看假使都冇卡住吼，假使冇個假護士，你就得到乜嘅？矮手毛。前半日開始學做人哋假護士，記得咯。下禮拜聽嘅時間，我哋繼續來說講後生太上講，要花太假講。記住啦，來哦。